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謝老師，咁歡迎大家嚟到我哋嘅新課程文言文先修班。咁好多同學仔咧見到文言文咧就覺得好驚啦，係嘛？好似好悶，好似好無聊咁樣。咁咧，但係喺我哋嘅文言文先修班，大家可以放心啦。咁大家喺學習嘅過程係有效兼且係有趣嘅。OK， 好啦，咁我哋咧先一齊 go through 一下呢一份筆記。第一篇文章頭先講咗叫做晏子試楚，楚人咧佢就叫阿晏子 ，OK， 睇佢個身形咧短啲，叫佢入西門入去啦 ，OK， 咁呢一個咧就係晏子嘅反應，佢咧就話是九國者先會由九門入去嘅啫 ，OK， 好啦，咁賓者跟到從大門入，我哋見到啦晏子個樣啦，非常之得戚啦，係咪 ？OK， 好啦，咁我哋去到下一段嘅部分啦，我哋嘅文言小錦囊嘅部分啦，開始做閱讀理解之前。我哋睇咗一個咁，而新嘅部分我哋就可以用翻啱啱學過嘅小錦囊啦，即係擴詞方法去揾出下列粗體字嘅意思。好啦，咁妻子係咩意思呢？嗱，如果現代咁去睇，大家自然一下就會知道啊，梗係老婆啦，妻子仲唔係老婆係嘛？咁但係古代人嚟嘅喎，古代人佢哋講老婆，佢哋會講夫人嘅喎，係咪啊？好啦，或者娘子嘅喎，係咪？咁呢個妻子係咪真係 wife 老婆呢？其實就唔係啦，大家有時見到兩個字，其實咧佢好多時咧可能可以譯到兩個嘅名詞出嚟，譬如妻子就係妻子和孩子，明唔明我講咩先？嗱，呢樣嘢要非常之重要，我哋一定要記得讀理解嘅部分。喺做呢一類型嘅語譯題，大家寫低啊，最重要嘅一點係乜嘢啊？最重要嘅一點係逐字去到第7題最後一題咯噃。你認為晏子係一個點樣嘅人呢？是舉例說明之。嗱，呢一題咧，大家見到啦，係比較開放式嘅一條題目啦，問緊大家對於晏子呢個人嘅觀感。咁喺答呢啲嘅開放題嘅時候，大家記住有一個原則，就係一定係一個 A 加 B 嘅結構。先你要答咗晏子一個怎樣的人，首先要答咗晏子一個點樣嘅人喎，我哋要俾個形容詞佢。到第二個問題，其實就係第二個要求，要舉例說明啫。意思就係我哋要唔好就咁一句啊，我覺得佢好聰明，句號咁樣咧，我可以同大家講，連 A 咧都唔一定攞到分嘅 ，A 都唔一定攞到分嘅。好啦，咁我哋咧今堂就去到呢度啦。如果大家有任何問題咧，可以 WhatsApp 問謝老師。OK， 如果你唔肯定自己，譬如我哋話開放式嘅題目，我唔係寫口才了得喎，我寫其他嘅答案喎，咁亦都可以咧 WhatsApp 影俾我幫你哋去改都得嘅，OK？ 好啦，咁我哋今堂就去到呢度，下堂再見啦，拜拜。